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14，诗篇73篇26节安尼讲：我的肉体，我的心肠消无，总是上帝是我心肝的气力，也是我的基业，直到永远。三甲来祈祷，做阮的气力甲基业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真实无虚假，信实无改变，疼痛无停歇的真活上帝。伫你所定着的每一天，你拢是用你无比的疼来疼阮。主啊，阮虽然微小，总是你有缘疼阮到安尼。阮只有懊恼搁懊恼，感谢搁感谢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疼。主啊，你是至大，照阮所知，耳孔所听见的，无一个会通甲你相比。主啊，你以外无上帝，你以外伫天里，阮有治罪；你以外伫地里，阮无所羡慕。阮的肉体，阮的心肠会消磨，不过你永远是阮的气力甲产业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